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粮食。到耶稣遮来的人，心灵的确袂夭糕；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焦。请收听活命的粮食。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活命的食物、活命粮食这单元呢，要特别为你邀请到真耶稣教会台总会赖友团队呢，来对圣经当中来谈论一寡关于安息日真理的几项问题。赖团队你好，诸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是今日要特别邀请到赖团队，继续甲咱探讨着五大教义当中的安息日。我想讲要来请问这赖团队啦，咱讲安息日，别人讲主日，但是咱咧讲安息日，当然咱会一个系统甲咱谈到这个有关这个安息日是安那但伫这个谈到这安息日的时阵呢，想讲要来请问赖团队，怎样神要来设立这个安息日？安息日咱来为由来讲起咱为圣经上头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就是用6日的功夫来做天地万物。头一日做光，第二日做空气，第三日做青草、树木、五谷菜色，第四天做天顶的日月星宿，第五天做飞鸟、鱼虾水族，第六天做精星、昆虫、野兽。最后做人类所以用6日的功夫啦这6日的功夫经过了后，就是第7天嘛，第7日啦所以这个创世纪第2章第1节到第3节安尼写讲天地万物拢做做咯，到第7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休了伊一切工安息咯。第3节神祝福第7日定做圣日，因为在这一日神休了伊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安尼甲看起来这个神这创造天地万物的时阵，已经有定了这个安息日啦。而且对这个安息日神特别甲讲是圣日，神圣的佫讲神要祝福第7日祝福的日子佫是一个安息的日子，休困的日子。所以讲起来，这个安息日就是一个上介好的日子。这个日子讲起来不是为着神甲本身来设立这是为着人来设立的。所以圣经这个马可福音第2章27节，这主耶稣有甲人讲，主耶稣讲伊就是安息日的主啦。所以这个马可福音第2章28节，伊讲人主也是安息日的主。27节先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着安息日设立的，神是为着疼世间人，为着世间人会当休困所以神特别设立安息日，要祝福去予人。这一日是神特别分别为圣的日子。为这互咱清楚知影，是神为人设立安息日不是人为安息日来设立人是上宝贵的，咱人类都是神的囝。神将灵魂的活命赐予咱咱拢是神生命的囝所爱的囝，所以神为着人设立了安息日。当然，迄个目的要互人得好处嘛他拄有伫问讲，这个设立安息日有啥物路用迄个目的伫倒位啦？是要互人得好处的头一个目的应该是互人会当纪念神创造万物这个恩典互人认捌天顶的神就是造物主啦，这嘛足要紧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0章第8节的所在要安尼写讲，当纪念安息日，守做圣日。这就讲神爱人遵守安息日纪念安息日甲遵做圣日，这就是神爱人纪念的过来出来记20章的11节有咧讲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祝福安息日定做圣日。所以这会当看出讲，神用6日的功夫做了天地万物最后做人第7日伊就休困。这个安息日就是要互人来纪念神创造天地万物这个恩典，这是头一个目的啦。所以，互咱知影讲，安息日真正实在是非常美好，会当借这一天来纪念神的造物之功。
真侪人吼，虽然知影讲过日子，但是毋知影讲这天地的万物是啥物人做，你知无？所以咱基督徒足清楚知影，对圣经内头知影讲，神借着6日的时间来创造万物，第7天佫定做圣日，要互咱来纪念神恩典。这个安息日呢，佫另外一方面，要互咱有啥物种目的呢？就是要互咱的身心这个安息。哦，是安尼。在出来记记的这23章12节，讲6日你爱做工，第7日爱安息，互牛离可以休困，并互你的婢女的囝甲寄居的，拢可以舒暢。这意思就是你讲安息你本身吼，主要是要互人安息。因为人会当安息，连迄个做工的遐精神，伊嘛会当休困的。所有这做工的这仆人咯、寄卡的人吼，伊嘛会当休困啊。所以这安息日吼，第2个目的就是要互人会当享受身心的安息。有的人就安尼讲讲，神敢无为着家己是无？但是咱一直看迄以赛亚书吼，40章28节就讲讲创造地极的主，并无疲乏，也无困倦。意思就是讲，天顶的真神，伊是所有万物的源头，一切拢是为伊遐来。神也袂亚神啊啦。神根本都无需要休困嘛。那是为着人来设立这个安息日咧，要互人做6天了后，第7天休困1天啊。身心这条安息，这显出了天顶的真神对人的爱。嘛对遐精神的爱，遐精神免阁继续做工咧吼，所以这拢是神对人的爱啦，这设立这个安息日吼。所以伫遮，咱就当知影讲，安息日真啊袂歹，互咱有一个休困的这时间，这嘛是神真体贴咱，互咱所有的这精神啦，甚至仆婢包括这主人，所有的人甲精神咧，拢当得到一个舒畅，就是一个休困的时间。这个安息日呢，也要互人会当得到什么种目的？在这个申命记吼，第5章遐吼，遐讲吼，5章的12节讲，当照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做圣日，6日爱劳碌做你一切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甲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精使，并在城内寄居的人客，无论什么工作吼，拢唔通好做。你的仆婢可以甲你做伙来安息。圣经拢一摆搁一摆的讲到这个安息日的要紧，叫咱安息日来休困。在这个申命记5章15节讲，你也爱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才，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甲伸出来的手骨，将你为遐甲带出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爱守安息日。所以这段圣经互咱清楚明白讲，安息日不但是互咱享受身心的安息啊，嘛爱纪念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因为古早以色列人，因在埃及的所在做奴才嘛，在遐吼，互埃及王法老吼吓济去真严重，做奴才佫爱互鞭打，互管。敢若犯人共款吼，因是受足侪苦楚的啦。但是神啊，绝对无将伊的百姓忘记的。所以当因在呼求神的时阵，神就兴起了民族的救星，就是摩西嘛。摩西才靠神的力量，在埃及地吼行了这个十大新领啦。这个法老王将埃及地的这以色列人讨绑，摩西才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来过红海吼，才行旷野路，了后才进入这个迦南地。这就是神对伊的百姓一种拯救啦。神拯救百姓为埃及地出来，互因免做奴才，会当自由自主，做神快乐的百姓，自由的百姓，平安的百姓。所以神互伊的百姓安息这个救恩，爱这百姓去纪念。所以安息日就是互咱纪念神的救恩啦吼。对咱今日来讲，咱过去咱有罪咱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咱人活着日子本身佫做诚侪唔对，冒足侪罪咱本来无资格吼进入天国里啦。天顶的神，咱的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间，为咱定死12架，为咱流宝血，才着洗礼。主耶稣保卫洗净咱的罪，将咱为撒旦魔鬼的手中，这个罪王魔鬼的手中，把咱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这就是神的救恩。古早
神差遣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这就是咧预表着恩典时代耶稣来世间，要拯救所有在世间的罪人，信而受洗，所以这就下面会当得救。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遐才讲耶稣基督的爱感激励了咱，感动了咱，所以咱信耶稣会当知影耶稣为着救咱来世间定死12架。咱爱个纪念在心内，爱为替咱死，搁复活的主耶稣来活着。所以，互咱想到讲，古早时代神拯救以色列人，互伊免做奴才，这就安息。咱来想着耶稣救咱，脱离罪恶，互咱会当进入伊的安息。所以，这个爱咱来常常纪念。所以安息日爱纪念神的救恩。互咱会当安息在主的怀抱内面。另外一方面，这个安息日呢，是不是神有另外一种的目的，就是讲，互咱会当借着安息日来分别为圣，来过了一个逐天拢是圣洁的迄种的心，来过咱信仰的日子，感谢呢。在创世纪第2章第3节，遐有记载讲，神赐予安息日，甲第7日甲定做圣日。这定做圣日的意思就是讲，这天较特别，分别为圣。所以以赛亚书58章13节14节遐有咧讲讲你爱尊重这个安息圣日咯。你安息圣日你唔通去办一寡私人的代志啦，唔通随着家己私人的意思去做代志，唔通讲一寡私撇话甲灵魂的性命、神的恩典得救的代志拢无关系，安尼唔好啦安息你爱用天顶的真神做你的快乐。意思就是讲，无办私事，无随私意，无讲私开话。这主要意思就是讲，咱爱将这日甲分别出来，因这是神特别定做圣日的。在出来救记19章第6节，神安尼讲，你都爱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也是你甲咱讲神定安息日做圣日。也爱伊的百姓遵守安息日，也爱伊的百姓分别为圣。所以爱做祭司的角度，既然要向神来献祭，咱就爱圣洁才有资格。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爱咱，安息日会当知影，咱是圣洁的百姓，咱应该追求圣洁，分别为圣。安尼咱才有资格做一个神的祭司。所以哥林多后书6章17节18节嘛，你甲咱讲一定爱为这个世俗人中间出来，甲这个世俗人分别为圣，唔通去绑着无洁净的物件，神就要收纳咱，要接纳咱。这安息日就是叫人成圣，做神甲人中间的一个证据。所以这个安息日，咱来看以西结书20章的12节，以西结书20章的12节。这安尼写就讲，又搁将我的安息日赐予因，好在我甲因中间做证据，互因知影我耶和华是叫因正做圣。这个圣经是你甲咱讲神将伊的安息日赐予伊的百姓，就是要互人甲神中间来做证据，知影讲神爱人正做圣洁，将来才有资格进入圣洁的天国。所以讲安息日设立的第4个目的，就是讲，互人知影神叫人爱正做圣洁，就是讲叫这神的百姓爱追求圣洁，因为这是安息圣日，神定做圣日的人。除了这以外，是不是跟咱伫咧仰望天国有真绝对这个关系？因为咱人在这世间的日子讲起来，短短几十年，充满着这个肉体劳苦、心灵的愁烦，当时还有破病来给咱折磨，心灵的压力，生活的重担。讲起来，做人实在是讲真正安息，实在无影啦因住世间嘛，你住着肉体，总是有一寡劳苦的代志，所以人无这个永远的安息啦。只有天顶这是永远安息的所在。所以咱来看圣经以弗所书4章第9节，从这样看来，的确另外有一个安息，这个安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因为迄个进入安息的，乃是休了家己的工作，就参照神休了伊的工共款。所以咱务必极力进入迄个安息，免得有人有迄个无信从的反势滑倒咯。
这圣经在甲咱讲古早摩西带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约旦河东啊，伊就120岁啊，在遐离开世间啊，才将转呢以色列人的这个工作交予约书亚。约书亚就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啊，进入迦南地啦吼。这圣经是咧甲咱讲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进入迦南地，其实就是咧预表着今日主耶稣基督救咱要进入天国这意思。所以讲咱平常时咱讲一礼拜有一天星期六在守安息，周末星期六安息日，其实应该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意思就是讲世间有一个安息日，7天有1天无错，咱来守这安息日，纪念这安息日。但是有另外一个安息，都是为着神的百姓存留的。这个安息的所在是伫天国，讲要进入迄个永远的安息，天国的所在是要休困世间家己的工作。当咱离开世间的日子，咱就休困世间的劳苦，就要进入迄个天国永远的安息。所以为着要进入迄个安息，咱圣经甲咱讲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咱就打拼努力，为着迄个永永远远。迄个安息，迄个福咱要进入，所以咱的信心绝对无改变，就是要仰望天国的安息所以安息日一方面来教会做这崇拜聚会敬拜神，一方面互咱的心会当仰望天国永远安息。因为世间实在是无安息的所在，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遐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恁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互恁得到安息。所以来到主耶稣面前，就是要得到心灵真正安息。安息日的时阵，互咱心灵来仰望天国永远安息。约翰福音14章遐主耶稣嘛讲我去是为恁预备所在啦。我去了后这个会搁再来接恁到遐去。我伫遐，你嘛伫遐。可见天国这是咱永远安息的所在。地面上虽然有安息日，互咱7天有1天当崇拜聚会，会当纪念天国永远的安息，来仰望，来将来努力来进入。但是主要是咱要去天国当然天国好得无比啦其实21章第1节到第5节遐有咧讲，天国是新天新地神甲咱同在要赐安息互咱遐无搁再流目屎无搁再有死亡，无搁再有悲哀，无搁再有痛哭，还是讲痛痛的代志拢无好得无比所以咱讲神为咱设立安息日，就是要叫咱进入迄个永远荣耀好得无比的天国，甲主耶稣基督斗阵，得到荣耀，得到福气，永远会当带做伙这就是咱信耶稣人最终的一个目的啦。咱对圣经内面，互咱知影讲安息日的设立，甲伊神对这安息日设立目的。咱罗兰德已经讲足清楚，是毋是？罗兰德咱讲到有关这个安息日的当中有啥物种的见证，当来分享互咱听众朋友们。讲到安息日，当时有足侪奇妙的见证。再讲溪湖遐有一位老姊妹，伊定定听人讲恁信耶稣咱拜六拢去教会，拢免开店，但是伊是咧开这车行。就是占车行啦，这修理车买这个占车呢，伊就甲这顾客讲，安尼好啦，无拜六阮拢爱去教会聚会啦，阮10点聚会，恁11点以后恁才来安尼有一天伊就去教会去参加安息日的崇拜聚会，倒转来的时阵，发现讲，我那门外口迄个大锁，迄个锁匙才带唔着去带着这个车帮迄个足简单迄个锁匙打海这人客讲有要修理，有要买咧心内足着急的，是讲我住在门遐直咧开行过人嘛感觉奇怪，听说敢若插哪会开袂开安尼心足在祈祷。主耶稣我去安息日聚会这样赶转来我即摆开袂开你求你显意思互我拍会开。心内一个祈祷线，将迄支车帮的锁匙藏入这个大锁，甲顺天当切一个，再开开。奇怪这个大锁根本嘛毋是这个锁匙但是一开就开开了后佫用同款这支锁匙来开这个大锁就开袂开亲像安尼啦，咱真正所教会的人足侪拢是讲知影讲咱爱参加安息日崇拜聚会神的赐恩典，当时会当体会到足侪奇妙的代志。这位老姊妹嘛有一摆伊拄安尼怀孕嘛
啊，饲4只鸡咧，啊要做艺来了。哦，啊拜五就毋知走倒去啊呢。啊，厝边的老太太讲，啊，你来找看觅是伫阮只鸡群内面是。歹势去甲找啊，啊，就祈祷啊，明仔载咱准备心吼，明仔载再起来教会聚会安尼。啊，求主耶稣看顾，啊，求主，我这4只鸡会当做艺来，鸡会当倒转来。啊，这个聚会倒转来吼，我足奇妙，你知？我4只鸡吼，啊，讲安尼天使狗安尼喂鸡尾吼，一面爬吼，一面行吼。哦，啊跩，敢若排队共款啊，来到厝门口吼，啊跩为问的安尼排队行入去。伊讲哦，安尼足奇妙，昨胖见鸡。哦，啊，今日安休日为这代志祈祷，啊，4只鸡啊，讲家己排队吼，啊，行入厝内。啊，所以操这款奇妙的这个代志吼，拢甲咱讲哦，这神是祝福这个安休日吼。所以真感谢罗传道，今日甲咱讲到安休日呢，是神要互人来纪念伊是一个造物主，也借着安休日呢，互人会当得到身心的安休，也借着安尼互咱纪念神的救恩，互咱会当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并且呢，来仰望神能够安休，并且讲了一个真美好的见证，真正难免烦恼。伫安休日，咱也当去遵守、去敬拜神，来守这天，来分别为圣，定做圣日。其实神啊，拢伫咧甲咱保守、甲咱看顾。最后，咱也请罗兰德带领咱伫空中呢，来向天顶真神来祈祷。咱请罗兰德做额头。啊，目睭刻心内灭倒，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主耶稣基督，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你用6日的功夫做了天地万物，你也最后做了阮人类，但是你第7日你休困哦，你定做圣日，这就是阮所遵守的安息圣日。阮因为会当按照主你的旨意来准备心。来遵守安息圣日，纪念安息圣日你的恩典，因为安尼你的福气满满，要赐福你的百姓。主啊，今日有足济的这教会，因唔知影安息日就是星期六，爱好好来遵守安息日，来敬拜你，来纪念你的恩典。足济人将这个安息日应该来做礼拜的时间，甲改到星期日去。求主耶稣，你互因会当查考圣经，来明白安息日就是星期5，互阮众人拢会当纪念安息日，来接受你的祝福，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咱感谢罗传道，咱亲爱朋友，大家平安。